吃不完这么多，然后我就想说来做个火龙果吃吃看啊。自创口味，把水果拿来做面条。其实早在23年前，杨文忠做面就跟多数人不一样，他做蛋黄面，选用五谷鸡蛋，不光只用蛋黄，整颗打入火龙果汁。杨文忠说，蛋白会让面更 Q， 我们则先被颜色吸引住。很多人这样讲啊，张老是不是加色素啊？我跟大家讲说，这不是，这全部都是自己水果用的。鲜艳的紫色再加入面粉搓揉后，调和成美丽的粉红。接下来的步骤，反复把面团压紧实，看似和一般手工制面相同，但杨文忠光是拿捏面条的厚度就花了2个月。断掉的时候，它的面会这样弹起来。源自高雄独门的蛋黄面，靠师傅传承药理，至今只有杨文忠因为长辈的交情而成功拜师学艺。面条里有着承诺，当时发誓绝对不得外传。教人家做面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打电话问他，他说 OK 我就教，不 OK 到现在还是吗？对啊，你像我弟媳妇她要学，我师傅说不学，就是不学。即便是最亲密的枕边人，也不能知道蛋黄面的制面技术。守口如瓶，他说只教小孩子，他不教我。饱腹 Q 劲的蛋黄面煮熟后不容易糊掉，搭配油葱酥，在苗栗靠口碑累积知名度。一度杨文忠因为爱玩，没有人生目标，放弃别人想学不到的技术。直到成家当了父亲，有了责任感，也找回对师傅的承诺，要好好做。更学习，更进步。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，更学习，更进步。火龙果、绿茶、红曲，杨文忠现在不断尝试做出更多客人会喜欢的风味。虽然是传统面店，提供热量标示，有着进步的概念，而这正是杨文忠持续向前的力量。独门学到了蛋黄面的技术，杨文忠做出了更多的口味，多加一点秘方，就是用心。更学习，更进步，更学习，更进步。